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拜六伫要选举投票，其中嘛有选里长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李，乐意李，读第二条。有人说李，李就是咱大个所在，咱讲乡里。里嘛是行政区的单位，像讲里长、里民。另外里嘛是计算长度的单位。古早讲360步就是算一里，嘛有文献写到古早台湾1000步就是一里。啊，若即马一里是500公尺，啊，若1公里就是1000公尺，就是咱咧讲的3300大尺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千里镜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的望远镜。古早嘛有人讲是吊镜。第二个词读做阿里不达，这个词算是因为少用字，有一个真趣味的讲法，就是为印度佛教阿底不达来的，叫做普贤王如来，可能就是咱即马讲的普贤菩萨。因为过去印度教捌讲到双修法门，说互人认为讲是无正经、不三不四、不达不七、不登不改，才会讲阿里不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严官府出教贼，严爸母出阿里不达。囡仔对啥物有兴趣，应该就互因尽量去发挥。像讲美国 NASA 有一个女天文学家叫做马中培，伊就是咱台湾大汉，自细汉对天文就有兴趣，常常用千里镜看天星。爸母放互伊发展伊的兴趣，成做出名天文科学家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李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